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啦，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一種新嘅東西，這種東西係對國外傳過來台灣嘅，可能好多後生嘅朋友較熟悉嘅嘛，該喏就係貝果。貝果有種東西雖然係國外傳落來啊，唔過也下啲台灣沒有當到輕特別嘅做法，甚至係用夾嘅喺台灣自家菜體嘅美食啊，韓國文化啊色彩都喺度。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好好同大家來小結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喺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家珍跟阿陽分享。大家好，我叫徐家珍，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們米貝果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阿陽，很開心能來到客家電視台說我們在做的事。哦，分享兩位都同後生很年輕，然後就創業，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是阿陽是一半的客家人，對不對？對，一半的客家人。啊，然後另外一半是原住民。對。哦，真的是很厲害了，同大家來分享家的嘅故事。但是其實阿陽以前也不是說在做廚藝的本科系啊，其實也有做很多不同領域的工作。但是像在這麼年輕的階段，就決定要回鄉，然後自己創業，然後做貝果。其實前面有一些讓你想要創業的這個契機，對不對？一定啊，因為想要創業契機，就是我不想工作，不想當上班族，就不想要早上就只有家跟公司啊，之後被固定綁在那邊，那個時候啦，啊，我就想說，那我可不可以去？在30歲的時候想說，30歲就決定做這件事。對，啊，那時候就是我們那個年代，就是你們那個年代，對，就是30歲。我現在過了10年啦，但那個年代就是大家都有一個開咖啡店的夢啊。對啊，開咖啡店的夢就是，要麼就動輒上百萬，我不用，我就用一台單車5000塊啊，就開始。那時候台灣的市集正起來，啊，我就直接騎一台單車，後面加雞蛋籃，啊，就開始手沖咖啡，啊，去市集裡面賣咖啡，這樣開始玩起來的。一頭腳踏茶，然後後面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對，就這樣。你看10年前多麼年輕，很熱血的感覺。對，你就是這樣子就決定拋下你本來的工作，然後就決定換了一個方式過生活。對，然後就這樣去遍全台各大市集。對。我就覺得很有趣，就是它就不再是2個點的生活，就是我可以去好多地方看不一樣的東西。那這樣子經過大概多久的時間？大概就是腳踏車這樣子。我騎了大概快半年1年之後，我就跟我姐姐，就她在池上說：“姐，我覺得你民宿很漂亮，我的單車也不錯，可以讓我在你的前面賣個咖啡。”我就當初就是這樣的想法，就回鄉了。就這樣就回鄉了，對，然後回鄉到現在，剛剛講誒，經過了10年的時間，然後都讓他專門只賣貝果。其實這件事情我也很好奇耶，因為只做一項商品，當然好處就是可能就是你不需要準備這麼多食材啊，你就是專注做一樣事情就好。但是你必須要對自己的食物很有自信吧？沒有，你說貝果呢？還是跟30歲一樣，就是不想工作。如果今天開麵包店、咖啡店開麵包店，那我就必須做好多不一樣的麵包，還有蛋糕跟餅乾。對。可是你看開貝果店的，他們就只有一個貝果，不同口味，一種造型，啊，就可以這樣撐起一間店。我就想說，那貝果好像是一個很棒的選擇。然後就決定就只做了貝果。對啊，其實貝果還有很多故事，就是吃上甜的故事，我才選擇，因為要帶人家去野餐。讓人家可以帶着走，因為大家去池上玩，可能就拍照，但是可以騎腳踏車，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他可以順路帶着一個貝果走，這算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野餐的選項，一個食物吧。可是當初我們不是用野餐的方式，我們是用，其實我當初做貝果是一般的家用小台，你家一定有的家用烤箱，一出爐只有8顆的那種。天哪！對啊，那個時候是我們辦了一個活動叫田邊午茶。我姐姐在池上開民宿，我姐夫是池上農夫。我姐姐那時候想要把旅宿的客人帶到田裡面，不要來只是拍那
那一条路跟那一棵树，金城武术，对，博朗大道，对，就是，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不可以试着用不一样的方式把人带到池上的田里面去走？然后我们就做了，我们就用了一个叫田边午茶，用我姐夫种的米做成了米 bagel，让客人吃到田的味道，土地的味道。那个时候 bagel 是因为有这一段故事才做的，而不是说我今天来到池上，硬要跟池上扯上米扯上关系这样，不是这样。其实是希望大家做得更深入的去了解池上这一块地方来玩，既然来玩了，就要更深入的了解它。而且刚刚阿阳特别有讲到，用的 bagel 底度会用米做的黑米 bagel 是加了米的 bagel， 因为一般就是过去从国外传进来的就是面粉嘛，对，那加了米会让它的制作变得更困难吗？会。我姐夫很肯定的会。我姐夫他那里就种田啊，以前的人没有水，他们一定要有水池嘛。对。我做失败的丢在那水池喂鱼里面。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做起来是你米跟面粉不对，它会像桂一样，就直接摊在桌子上，对，它就没有办法成团，就不会有像这样我们看到的 bagel， 它其实是有气孔的。对，它就是把它揉起来，就是丢去喂鱼，还蛮快乐的啦，至少。有，我觉得阿阳是一个很享受生活的人。故事今日就来同大家先来分享这个米 bagel。这个米 bagel 的看得出来不是原味啊，它是有口味的。这是什么口味？跟大家分享一下。鹿野啊，台东鹿野它有种茶。我的 bagel 除了是用池上米之外，我还用鹿野的茶叶来做这红乌龙茶的 bagel。而且我还没吃哦，我香叶按钮拿到头前我就。刚刚吸了一口气，我就闻到茶的香味耶。所以，因为很多就是如果说你加进去，如果量不够或者是比例不太好调配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散发出这么浓郁的香味。而且我跟合作的那个小农，他是用无毒农法，所以他是可以很放心的磨成粉加进去。而且再加上姐夫的米也是有机的米，所以都是有机的东西加进去这个 bagel 里面。然后上面抹的这个酱是家珍做的，对不对？也不是，我们可以请他讲，他讲到很像他卖的哦。上面的果酱是，这果酱是也是用鹿野的鹿野产凤梨，对。然后就是使用我们都想要尽量用在地食材，所以我们选用的也都是鹿野的凤梨，然后再搭配奇异果取它的果酱，就是用最天然的食物这样。很好吃因为我原本想说奇异果可能会很酸，但是因为加了凤梨之后，刚刚好的甜度。凤梨奇异果，对，而且就淡淡的茶香，对，没有觉得它把茶香压过去。我原本想说，放了一个味道那么重的凤梨跟奇异果，可是它还是不会压过它 bagel 本来茶的香气。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 bagel，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了米粉的关系，加米跟凤梨给感觉，我觉得它不会那么硬会。是吗？会比较 Q 软，比较软一点。对，因为我以前觉得 bagel 很像是台湾版的杠子头。没有，真可能同泡叶管天，可能我有时候回烤啊，或是保存温度不太对啊，然后我们家 bagel 就有点硬，然后每次感觉我吃 bagel 都到这样扯的感觉。那我刚才跟他说时间，我刚吃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这个 bagel 很硬，它也是很松软的口感。对，所以我才会想说，是不是跟加了米粉有关系？有，可是其实我 bagel 最好吃的方式是，我店里不会想这么做了，因为要煮沾咖喱超赞，真的假的？泡菜猪肉也很棒，羊肉炉更好。羊肉炉？对，就是我曾经问过我们那个我爸的朋友，他就买 bagel 回去问说，阿贝利亚你怎么吃 bagel？ 你就吃我做 bagel， 加豆腐乳。就是跟馒头。他说我们有一次我们在冬天我们就煮羊肉炉，之后它不是有酱油豆腐乳吗？我就拿起来抹在一片羊肉，之后边喝汤边吃一口，超赞，好好笑哦。所以就其实，在台湾都有的蔬菜有可以像讲池上这个地方好了，可能很多人乡情要有乡情，要渐渐的把这些国外的食物用到起改省发地度，然后创造出一个蛮有创意的新吃法。对，一定要啦。
但是像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也是让你回乡成为有一种鼓舞你的力量？你觉得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回乡，有没有什么原因是很刺激你在那个时候回乡的？因为感觉你7天嘛，绕了整个台湾，然后去了很多地方，也蛮好玩的。你是为什么觉得想定下来？就其实我有学做陶的陶艺老师，那时候我去学做陶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年轻人家在哪里？”我说：“台北啊，因为我在台北长大，我在淡水3芝长大。”他就说：“啊，老家嘞？”我说：“台东啊。”他说：“回家乡。”我就只记得这句话，所以我就去在跑的时候就觉得也会累嘛，就问姐说：“姐，你前面让我摆一下啊，摆一下。”我小时候在台中出生，台中以前是很多稻田的，对啊，那现在都是。种大楼，那我回到池上的时候，是我有小时候的感觉，就回到童年的那种感觉好好，就后来就慢慢的就在那边，说稳定吗？刚开始觉得不稳定，可是到最后就是活了下来，慢慢越来越稳定，就过得还不错这样。而且感觉很快乐的感觉吼。真的。对，鼓手还有动到有关佢啊兩公婆同後生就開始創業嘅故事，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永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台東池上嘅也八個係有也同後生嘅兩公婆，自家創業，轉到自家嘅故鄉，回到自己的家鄉，然後來創業，然後選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一間老宅，在裡面經營，現在就是在賣貝果嘛，對不對？可是這個老宅，我覺得。因為這個不是你們自己的家，是阿陽當初找到的這間店。那當初怎麼會看上這間店呢？因為其實就是你知道，對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家，你要有建立情感，是我覺得蠻困難的一件事情。真的。對。可是我會對那一間房子有感興趣，是我小時候不太會畫畫，我會畫房子用就是一個平房，2個田字窗，中間一個門，它就是符合我小時候的。畫畫的樣子。等下我們攝影棚有符合你的想象嗎？有田字窗。太大了，那個是很小的2個田字窗，小小，中間一個門。然後我就看到它的那有一面，它就是長那樣，我就看它很，當時還沒整修前說，這間自己心裡面許個願望，我一定要把它租下來做我想要的樣子，這樣。然後後來租下來就對，去把它改造成你現在看到真的很漂亮，很有味道哎。對，這個改造的時候跟太太認識了嗎？我認識了。認識了，已經結婚了嗎？還沒有。還沒認識，是男女朋友的狀態。對，所以家珍有參與到阿陽改造這個老宅的這個過程。有參與到。下班都很臭，我說拆房子都很臭，因為那個老宅其實是你這樣看很漂亮，它當初它有天花板有腳材什麼，就房子要省錢自己拆的嘛，天花板拆下來是老鼠屎是用淋的，把它淋在身上，對，因為你要有傳統古老的味道，就會是這個樣子。但是你現在把它改造得很漂亮，謝謝，花了很多力氣。這真的是有閒的時間，不會像我一起偷偷聊聊，就是有空的時候很想去那邊坐的感覺。歡迎來，歡迎來。對啊，那因為我剛剛中間第一廣告的時間有談及兩公婆講，這個家珍以前是客人，後來變成太太，這是很浪漫的一個緣分呢。是在哪一個階段？是在這他講。不然我講，他覺得說我騙人。那時候也是他剛回返鄉沒多久吧，在姐姐的民宿那邊。對對對，剛好我也是跟朋友一起相約去玩這樣，然後剛好就住姐姐民宿，然後剛好也是他來接待。哦。對，然後他的米貝果也是剛開始。對。我就哇，好好吃哦。對，然後那時候就有聊了一下這樣。然後就談了戀愛，不小心就結婚了，互相被騙。但是家珍現在也到池上去了，對。然後你也不是台東人，不是，你本來是哪裡人？台南。哇，那你覺得在台東池上的感覺如何？
可能因为我们住台南也是住比较乡下，我们住七股，对，所以去到池上其实也还蛮喜欢的，也没有不适应。对，所以就很住久了，融入这个。对，住久了也是很喜欢。很棒哎。反而现在上来那个都市就人好多，不太习惯，2天极限。今天第2天差不多了，因为前一天就来台北了，准备今天的录影。那今天录完影差不多了，就觉得准备回家，都市太喧嚣了，想要回家。在乡下最好的鞋子是什么？给你猜。在乡下最好的鞋子，鞋子，赤脚，雨鞋。为什么？因为都要工作啊，然后我去哪里都，我就觉得那个最好的，在台北永远少一双鞋子，所以我觉得回乡下好，不用，只要1双鞋就够了。对，真的。好啦，开玩笑，我觉得是你们2个都很享受生活，而且也很希望可以融入在地，而且不仅是当然阿阳自己是台东人嘛，所以就很融入，然后家珍也融入了台东，然后连你们的食物，你们的 bagel 都要融入懂得菜地的色彩。毕竟讲现在这个是擂茶 bagel，对不对？当初怎么会想要加擂茶进去？因为我的身份有一半是原住民，我之前做过小米的，我想说那边台东也有池上也有客家庄，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结合客家元素的东西？我就去找擂茶，很适合可以放到 bagel 里面去，就是我混进去，它就要变成因为日本有抹茶嘛，可是台湾却没有代表台湾的东西，还有英国的伯爵茶，但是我就用台东的红乌龙跟我们台湾的客家擂茶。刚刚是红乌龙的嘛，然后现在这个是擂茶的。对，哇，这个擂茶感觉跟我印象当中很不一样，它颜色看起来比较浅一点点。你们有挑选过擂茶粉对不对？有，我们挑选过擂茶粉，我们是试了好几款。对啊。为什么？因为我想说，擂茶不就是你知道，米谷粉谷物的粉类，再加上茶粉，为什么还需要试好几款？有的喝起来爆，真的爆。是味道的关系，每一件的味道都不一样。所以你们后来选了这一款，是觉得它的味道跟 bagel 最搭。对，我要试试看。好。直接咬不会太硬哦，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拉扯的感觉啊，我们每一次吃就像这样子同样，它是我觉得它米的香气很快就出来，因为刚刚有果酱没有这么明显，像我觉得米的香跟面香在前面很前面就出来，然后跟我们刚刚讲，它搞擂茶就会楼嘎嘎的东豆这些五谷杂粮，对它融合的很好哎，对，它会有一点谷物的香气，慢慢摇会。茶在很后面，对，我快要吞下去的时候，那个茶一点点才出来，好棒哦！谢谢，谢谢你喜欢，真的很好吃，就是因为你们试了很多在地的食材，所以老某用那个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加入在里面。我也蛮好奇你刚刚说的小米的bagel，对，它是用什么形式加入？就是也是把小米再把它磨成粉，再放进来，再加一些红梨。也是台东的，台东都是在地的东西来去混这样，可它吃起来它会比较偏原味。它吃起来的味道会又跟原味纯粹池上米的米bagel不一样。对，所以其实你们做了很多尝试。那它是期间限定吗？对，因为那个不好取得不好做，就是一句话还是懒惰。没有啦，因为这些农产品也都会有季节性啊，每个季节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对，那之后还有想要挑战什么口味吗？我们老板娘他常常会说，我们来做那个好不好？就这样，我想一下，然后就把它想出来这样。要看他想做什么口味。还在研发当中。对，还在研发当中。未来可能会有新的口味。对，但尽量就还是都以在地的食材，像马告啊、刺葱、辛香料类的。这些之前有做过吗？有试过。很期待，因为马告也是对我们西部的客家人来说比较陌生的一种食材。对，鼓手期待你们继续开发这些很在地、很台东的这些口味。那接下来节目当中啊，小单元很多富希卡拉 OK， 不要担心，不用唱歌。要请你们分享，这是一个有关 bagel 的小知识，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觉得 bagel 做面包
面包类的东西，它可能就是要用烤箱来烤。但是其实如果有去研究过食谱的观众朋友，可能就会看到它有一个步骤，它是要用滚水去淥锅，要用热水要用滚水去烫这个面团。但这个步骤跟我们想象中做面包类的东西很不一样，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做bagel要加入这个烫面的步骤吗？因为做bagel啊，像一般bagel它会很 Q 弹，是因为它先把做好的面团下去烫，烫完之后它会紧实之后，让你吃起来就有那种拉扯的感觉。可是我是因为我是加了米的关系，所以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硬。它其实它的 Q 弹就是来自于烫过的面这样。哦，原来如此，就一定要经过这个烫面，它才会有 Q 弹，然后光滑的表皮，对不对？对。哦，所以汉白黑公因为可能我们有些观众朋友是婆婆妈妈们，他们很喜欢在家里面自己 DIY 动手做，对，不要怀疑那个食谱没有写错，对，是真的要这样烫过，真的。哦，因为我也曾经有想要做过bagel，但就是看到要烫面，我就想说。也太冲突了吧？我会不会失败啊？然后我就想说，好，先放弃 bagel 这件事好了。因为如果你 bagel 揉不好啊，它本来是圆圆的啊，对，可是它就变成法国面包，因为它会散开，它会散开，所以失败率其实蛮高的。就是要看你在整形有没有把它粘好，这样把那个面团做好。你当初在做 bagel 的时候有遇过困难吗？有啊，一直啊，就是看起来很像没有哎，就要么就是太软，要么就米太多，要么就是那个太硬，啊，或者是忘记放酵母粉，啊，就是让我姐夫的鱼翅的鱼好好吃，他都胃很大。好啊，也是很辛苦啊，对不对？一整个创业过程，然后都压他，拥有了自己的店，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发展。现在店里面不仅是可以单卖这样子的bagel，也可以吃家珍的好手艺，对不对？它可以有一些小改造、小变化。就是我们店里面会有一些焗烤的，就是用 bagel 去做一些变化。一般外面吃到都是把它切开啊，然后可能加菜啊，加蛋啊，对，但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就把它一样是切像这样切对半，对，然后上面铺白酱啊，然后可能鲔鱼啊，然后撒上起司丝啊，然后送进去焗烤这样。突然觉得饱了的肚子又饿了。而且我们白酱很特别，我们白酱不是像人家一般听到白酱都是用面粉炒的，我们是用白饭跟初露牛奶下去打成的酱，白饭跟初露牛奶，对，吃上米的白饭，然后它吃起来就 QQ 香香的这样，很棒，都是很在地的，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这个要去店里才吃得到了。对，就是分享大家有机会的话，真近做来去推动慈善、请亚亮公婆。有关家道嘅故事，还有懂得爱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推動慈善嘅呀米bagel，特別介當到推動菜體嘅元素哦。今日係有呀阿楊跟家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那除了店面之外，美美的店面之外，其實現在很多人也喜歡做這個宅配啊團購嘛，對不對？那其實每週的同樣的也可以跟你們團購，你們也可以宅配嘛，對不對？那大家就會腦袋裡面浮現跟我一樣的困惑，如果我收到了 bagel 之後，我到底應該怎麼樣保存才可以保存得很好？然後或者是我要回熱、要加熱的時候，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弄得好吃呢？像如果收到，他們都會建議客人是冷凍保存。哦，對，冷凍它的水分才會保持住。對，冷藏比較不好。對，對，冷藏它水分會消失，然後就會容易發霉。還會容易發霉。對，因為就沒有加其他的東西嘛，沒有其他的添加物，而且它水分蒸發掉之後，它會變得口感很乾硬，不好吃。哦，所以就是收到 bagel 之後，就是第一時間就是冰冷凍。對，那要吃的時候需要先前一個晚上退冰嗎？如果想要吃脆脆的口感，可以前一天晚上先拿到冷藏，然後隔天就可以噴水烤。噴水還是要噴水烤？對，還是要噴水一下，這樣子會有脆脆的口感。對，然後裡面還是一樣 Q 軟的。哦。
或者是你如果冷冻直接拿下来，也可以用电锅蒸，加一点点水。电锅蒸那要放蒸架，要放蒸架吧？对，然后要加一点点水就好，一点点水，对，让它不要变太软，太软就会变得像馒头这样。哦，对，所以就只要让它回蒸一下下就可以了。对。那如果想要在家里弄你刚刚讲的那个创意焗烤也可以，那就是一样，前一天拿到冷藏啊，退冰，就是不要动，不要是冻的，对，然后再把它切对半，一样切对半，然后你就可以加生意呢，像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可以涂个番茄酱啊，然后上面放你想要吃的青菜啊，对，然后再放起司，74就超好吃，这样就很好吃了。光想就觉得很赞，就是虽然它是原本是国外的食物，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但是随便加一加，还是可以变成我们的饮食文化嘛。像刚刚讲的羊肉炉啊、咖喱呀，咖喱我很好奇耶，感觉可以耶，很好吃。因为本来没想过要把咖喱跟bagel放在一起，那汉柏要来试试看。两位年轻人同泰嘎分享的这个创意的灵感哦，那不只是创意发挥在家的葱要给亚的bagel蛋糕，其实家珍她来到台东，融入台东之后，也发挥自己的创意，她也在台东举办了一个小市集。对，但是这个我觉得举办一个市集应该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有非常多人的协助。那先生当初，我要努力变成好玩的大人。什么意思？你本来不好玩是不是？是有时候你会办市集，那整个过程它的琐事很多，它比结婚还要复杂很多。结婚已经够复杂了。对，它那个结婚可能就是那个岳父岳母家跟我们家跟那个吃的这样就好。市集呢？表演、摊商，还有灯什么东西，全部都要来，就哇，实在是有点硬。所以是从零到完成，都是家人这边来拉线的，来安排的。应该说，其实我们有几个在池上，我们有几个店家的朋友，就大家理念都很接近，这样。对，然后刚好大家都各有所长，有水电的，有设计的，这么有才华。对，然后我们大家就集合在一起，然后就。大家一起完成这件事情。这个市集的名称叫什么？其实我们一开始叫纵谷山脚下。对，就是在纵谷嘛，对。我们在纵谷山脚下。对。然后后来因缘际会办了第一次之后，然后有了，就是我们池上有一个叫牧野度假村，对，然后他们来找我们合作。对。所以后来才有这个名字叫纵谷山脚下牧野小市集。纵谷山脚下牧野小市集，看起来很舒服哎。对，因为它那边有很大片的草原。对。超悠哉。还有牧草，他要把它卷成牧草，让小朋友上去玩这样。对，像其实这一些，我觉得不是马上要做就可以做出来，它需要集结很多的 idea、创意跟想法，跟很多人的帮忙。对，阿阳应该很辛苦吧？我是道具组跟长工组。道具组就是出力的、流汗的。他只要说，我们要办市集，店里面所有桌椅都会不会在店里面，全部都是拿到市集摆设用。我相信大家都一样，应该所有店家都一样，就是大家有什么东西就一起互相帮忙这样。但其实像现在的市集也不仅仅是台湾很红，其實對enf夫圈呢，東島國家，像喺日本啊、泰國啦，像我就超愛去泰國的。泰國他們的市集也非常非常的多。聽說兩位也會出國去考察一下，對不對？就是有出去，對，像我們很喜歡去日本、泰國，然後我們這2年都去清邁啊，很文青的一個地方，也是古城，而且清邁每一次去都會有不同的感覺。对，然後大家市集真的是很厲害，都很厲害。而且我們最喜歡逛的每一個國家，不喜歡逛大家知道，我們最喜歡逛當地的水電行跟大賣場。水電行有什麼好逛的？這是他個人。他沒有，他有太多市集可以用得到的，你看得很特別的小東西。比如說什麼金屬的物件之類的這種。只要放在一個小細節，你會覺得這是哪裡才會有的東西這樣。所以你看到那個，你就會如果能帶回來，你就會想辦法帶回來，放在自己的市集裡。對。所以你們的市集是很用心的市集耶，它是很難自己想玩的事情，對，就自己想玩的。這樣子舉辦了多久啊？其實我們斷斷續續，因為
其实这个市集的前提是大家都要有空。哦，对，大家都有空。我们选择池上的淡季才来办市集。可是通常不是都要选旺季吗？旺季其实已经会很多人了，对，太忙了。但我们反而希望是在淡季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然后有更多人来以体验生活、体验在地的感觉，然后店家也有空好好的招待这些来玩的这些。而且市集最主要的，他当初想要办市集，最主要是想要把我们大家都开店，我们没有办法跟你去店里面聊天嘛，就是在市集大家全部店家可以联络感情，这是最主要的。当初了，这也很重要，因为这些应该大部分都是青年回乡创业，或者是特别从其他地方来到台东，大家聚集在一起，可以互相交流，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蹦出来。就像我觉得阿阳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大人，他不单只是头摆会骑马，骑着铁马去冲咖啡，后来开了一间老宅的卖bagel的店，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店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不太算是新的，那算是有点像是我的玩具室。这么好玩是不是？到底在里面玩什么？其实你去到bagel店会看到我们一些杯子跟盘子几乎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哇！让自己做的那一间新的店面，我常常不开就是我在里面好好的捏土，我就自己的时间把客人开明明就一半，他既然老板没有开，没有我在做陶。我就会常常跟客人这样讲，他们也慢慢习惯了，对。但是这个做出来的陶艺成品真的很不得了哎，就用拿苏红哎呀，这个盘子，其实我们那时候做大家的盘子，它这盘子比较不太一样，给你拿，你要拿着自己的作品，这个颜色啊，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愿这台东色彩化作你美丽餐桌风景"。台东色彩化作你美丽餐桌风景，你要放在里面，就是你拿到这盘子，就会曾经想过我来到台东的哪一个地方。那像这个盘子设计比较特别，是它后面为什么要做这样？它除了有那个山水跟像台东的样子，它其实是如果我们到市集里面去野餐，像一般盘子都是远远抓不到，对，它是可以这样抓住扣住，你就可以这样很安心的去。我才不相信你舍得把它带去外面野餐，这摔掉怎么办？再做就好啦。不行，我这个真的好漂亮哦，这个有自己的情感跟这个手做的温度在里面。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个艺术品等级的。当初那是餐具，学陶应该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吧？我接触老师接触10年，就是我要回想那个年轻人那个契机。对，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跟他，如果我去他工作室就学。有时候你知道做生意有时候走太快他就叫说阿阳做陶。你走太快了，你的心会跟不上你的身体。哇，很艺术家，对不对？我等一下，你走太快，让我好好的思考一下。我老师常常看我这样，就是这样一下坐着一下，他觉得说不行，太快，你必须静下来。做陶是可以让我沉淀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就是把 bagel 做完就躲到工作室里面，玩具间里面躲起来做陶。这也是你很享受的一个部分。真的。对，而且在这间工作室玩具室里面，其实有卖很特别的商品。对，他那间玩具，如果假设是一间工作室的话，我觉得你要让人走进去看你的工作室太难了，所以我们就只有那一间店，那个叫达乐生活石器工作室。对，那一间店里面才能卖比较特别的，这个菠萝米 bagel。没有人会把 bagel 做菠萝，真的没有人 bagel 做菠萝，因为那个真的很麻烦。可是我就想说，我们很喜欢去日本或哪里，我就看过日本某些的一间面包店，它只卖菠萝面包，它可以卖到很厉害。讲那我也想只做一件事情，把它卖很好。我就一样就是所以那一间店就只卖，真的只有卖这个。对，之后还有咖啡让人家喝到。用我的杯子喝咖啡可以用到我做的盘子这样。真的
大家要多多支持呀，推动给黑商人。如果要找你们的资讯，就要上脸书搜寻关键字。你只要打池上米贝果就找到了。池上米贝果就找得到了。OK， 所以欢迎大家有限的时间都持松来行行聊聊来支持呀，黑商的两公婆家都会冲下不？今天也谢谢阿阳，谢谢家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给舒快休息一下，向后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数听站，韩国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听站听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